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11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空军家己基地今下晡有一台 F-16B 战机跌落去家己东界外海，目前正在全力搜救当中。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2个本土病例，另外对今日开始飞长途旅客达到台湾土地，就要做 PCR 采检，阴性才会当入境。 受到本土疫情影响，民众3钱要煮第三档医疗，虽然登记袂到，这疫情也影响到汤地区餐厅生意，有真侪人客要来注销订单。空军家己基地有一台 F-16B 战机，今仔下晡3点23分执行例行训练的时阵，训练机的光点却消失伫系统顶头，也代表讲这是跌落去家己东界外海，这个飞行官到当时找无到人。 空军表示讲，已经成立应变中心进行搜救啊，而且也宣布 F-16进行这个检查是全部停飞。这名细弹的飞行官是拄对 F-5部分队完成训练，分发到 F-16部队的新飞行官。总统蔡英文表示，救人要紧，也要爱调查事故原因。 这台编号605空的 F-16B 战机，顶礼拜初5国防部春节建备的时阵，则伫媒体面头前演练紧急起飞科目。不过11日下晡传出战机伫家己东州执行例行训练的时阵失事，驾驶的飞官失去联络。空军证实，目前已经成立应变中心，当地全力敲锤。换训的学员今天下午大概3点左右，在嘉义外围的这个水基靶场进行对地的攻击训练，发生了光点消失的一个状况。那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随即启动了相关的这些搜救的程序。这年的飞官但以真少年，83年次空军官校106班，总飞行时速324.05点钟 ，F-16飞行时速62.2点钟。根据了解，但以拄为 F-5部分队完训，是分发到 F-16部队的新科飞官，当地进行换训任务。它的操作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对，还有的就是它的这些火力控制系统也都有更新，所以它的科目也蛮多的。我想是飞行员的因素不大，我想说是不是有点机械因素呢？刘彦廷认为搜救要紧，目前当天海水温度低，让做飞行员落落海可能无度冻上久。目前救护队已经出动直升机，让海巡队也有派出2个军舰，也有4艇110个人来进行敲锤。 目前空军已经成立应变中心，总统府表示，蔡总统指示救援优先，全力进行搜救任务，也进一步查清楚事故的原因。望全体国人为搜救人员加油，希望会当有一个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带观众朋友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2个本土病例，也有58个带病入境。这本土病例当中有9个是甲桃园机场群聚感染案相牵连的。另外，台北的联合病院中兴院区近日出现医护人员感染的症状。 国内新冠本土疫情一直拖开，指挥中心宣布11个增加11个确诊机中医护员的后生，1504甲安亲班同学1505伫70确诊了后，同月妈妈1573也开始出现症状，测验了后伫11确诊 CT 值1.7。 医护员的客妹确诊了后，所进入的电子工厂也新增4人确诊，分别是2个查甫、2个查某，因的 CT 值伫1.1到27，2个人是无症状。一个电子厂里面，除了原来的个案，再加上4位，总共是5位，所以整个电子厂就暂时要先停工。医护员照顾案也增加2人确诊，是指标个案17416，查甫囡仔爸爸甲无满5岁阿姊，2人虽然伫1月7日采检拢是阴性，暗过车站陆续出现症状，伫11确诊。指挥中心伫确诊17416是感染Omicron了后，伊的妈妈、大伯定数结果也出来，感染的也拢是Omicron变异株。17416这一家3口那目前他们的 S 蛋白的这个序列也已经出来那跟我们这个先前那一张图的机场的清洁人员以及保全的这个序列，目前 S 序列也都是一致初判也是认为说应该就是属于同一起的这个群聚事件。还有3个确诊的是台北市一间病院2名专职病房护理师甲1名护理师的查甫朋友，暗号是175709272，3人拢做过疫苗，其中2个护理师拢做过第3期，有缘确诊。除了本土确诊病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也有58例，其中1个是20多岁国际航空公司的女空服
悬，1588例。伊1月7日为美国转来，伫5加9检疫时确诊。根据统计，过去半个月，包含华航、中营在内，已经有至少6名机组员被美国航班了后检疫。他回国之后就进行5+9的一个检疫，在9号的时候有开始有这个喉咙有异状跟流鼻水的症状，那10号采检就验出阳性哈，那 CT 值是26。那针对一些，例如说菜单啊，或者是1对1的询问饮料啊，或者是说就是把餐点摆放得很漂亮，不使用一次性的餐具等等，这些我们都觉得是不必要的措施。面对国际疫情严重，空服员职业工会呼吁简化机场服务流程，但市长表示，对中庭航空供餐服务，会搁加民航局参详减少无必要服务。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感染的居家服务员，这条团保链目前已经断开啊，即马已经断到中立某一间电子公司，今仔日增加4个人确诊，这间公司内面已经有5个人染病。政府即马也宣布讲，这栋大楼拢爱停工，而且将280名相关接触者全部送去集中检疫。另外，伫中立也有一间国小内面的幼稚园内面有囡仔确诊，而且桃园即马已经有3间学校宣布要停课14天咯。市长郑文灿也宣布讲，这桃园的公私立国小对1月14开始就要来休馆。几啊台游览车停伫电子厂门口，等员工一个一个挂行李上车，准备将人载去中南部集中检疫所。因为中了这间电子厂11增加4人确诊，桃园卫生局紧急扩大隔离280人，电子厂也暂时停工。确诊都是集中在我们的4楼，也就是我们组装线的一个产区。我们公司也紧急采取就是分楼层，那每1个小时间隔，那由大巴士前往各大集中的隔离所。会出现确诊者是机服员染疫团保链断开，为机服员的接触者传染予广吉楼站的同事。地区职场群组，目前电子厂有5人确诊，桃园疫情正紧张，职场学校拢连续个案。环保局人员伫校园大清消，中立陆续有国小学生确诊，停课14天。11早起，有一间国小附设幼儿园被通知有囡仔确诊，学校赶紧宣布幼儿园甲国小下晡拢停课。会担心啊，就赶快就回去，就是对啊，就做好防疫，应该还好。就是比较提前放假会比较安全。都惊有传染风险，真侪家长赶来学校接囡仔转去。桃园市已经有3间国小有学生确诊，考虑国小学生囡仔无注疫苗，加上去有互相传染的隐忧。桃园市长郑文灿宣布，全市公私立国小提早1礼拜休馆，家长用清防疫假。入境的确诊个案不断累积，不断增加。那春节前风险仍高，这一次孩子的传播力也是很惊人。那因此我们既然已经考完期末考，就提早放假。疫情已经拖到校园职场，甚至烧到社区。为设法这段传播链，桃园市不止扩大采检，也要将关注疫苗量能，为12开始连续5天免预约就用直接做第3期疫苗。面对病毒，一点我唔敢大意。记者综合报道。指挥中心表示，台北市联合病院的中兴院区有2名负责专职病房的护理师伫11确诊，其中一个护理师阁是照顾感染 Omicron 的病人。目前病院扩大采检至88个人，其中86人是阴性，2个人等在采检当中。而且护理师的查甫朋友也伫11确诊啊，查甫朋友上班的餐厅今仔日也是停业，甲这个员工也阁有人客全部叫回来做采检。北市某一间病院护理师确诊，负责专职病房的护理师1570加监病房1571拢伫11确诊，CT 值分别是13甲15，2个人拢做过3期疫苗，2期 AZ 甲1期莫德纳，初次采检拢是阴性，一直到初9、初10，1570才出现脑疼甲发烧的症状。伊的男性朋友也伫11确诊，CT 值29。另一个信义区餐厅也鼓励4名员工提出隔离，扩大采检6个人，加采检14名人客。餐厅停业14天。这个个案他在照顾的病人当中他是专责病房有照顾5位确诊的病人，那3位是已经确定是定序是 Omicron， 所以我们还是担心这个传播力会不会是比较强。
指挥中心表示，10570住伫病院宿舍上完大夜班就登记宿舍。北市府也针对病院扩大采检88人，目前86人阴性，剩2个人也在采检。现阶段病房采取只出无入。另外一名护理师10571有3位带做伙家人，目前采检拢是阴性。2个囡仔读北市某一间国小的2个班级，采取有风险停课2天。所谓师生全员采检，就读的补习班也停课2天。补习班的部分是43个人，老师柜台人员加3位。那学校的部分是50个学生，2个导师，还有5个科任老师。那接下去的部分，因为我们还会讨论他们，看他们采检的结果，再决定之后是不是继续停课或复课。昨天就是有启动，就是紧急通知2个班级，那他们今天不到校，所以他们一早就没有来了。2位确诊护理师其中10572住伫新北市三中部，新北市也公布卡者。初4到初8，2位拢到三中部的咖啡店、饮料店、便利商店、早餐店甲超市等所在活动。新北市卫生局随派员前往清消。护理师17570的男性朋友10572任职的信义区餐厅停业，位伫江一区的拉面店也因为确诊者卡者宣布暂停营业。中山区的金宝鸭店也因为有确诊者的卡者由落铁门暂停营业到13。记者综合报道。对今日开始，飞长途的旅客一踏到台湾的土地，就要做 PCR 采检，阴性才会当入境。指挥中心下晡的记者会表示，目前有5个航班217个人伫机场做采检，验出17个人阳性，这阳性几率是7.8%。今仔日也有其他的航班会入来，病例数进行，明仔载会做一回甲民众报告。旅客一落飞机，医护人员马上甲带去检疫区采检，快速 PCR 检测了后阴性才通过。依照检疫天数入关，若做阳性确诊，立刻送医治疗。长程航班的落地采检11正式实施。指挥中心统计，头一天实施了后，5个航班有219个人入境，其中2个人因为其他疾病直接送医采检。剩下的217个人机场采检，有17个人阳性，阳性率达到7.8%。大概都4点多开始陆陆续续很密集的一个航班进来。那总乘客的人数是219位那总采检的人数是217位总确诊的人数有17名那阳性率是7.8%。5个航班内底，除了西雅图航班采检拢是阴性，其他航班拢有验出阳性。17个人送到部立桃园病院甲中基病院，因为9位的班机伤密，互原本配置的人数无够使用，也扭长采检的时间，互11头一班9位的班机，最后一个采检阴性离开的时阵，已经开2点钟15分了。今天早上我也顺便讲一下，因为第一次嘛，那所以这个时间有一些 delay，那因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去走这些流程，有很多地方需要改善。刚刚我们也在上面马上开会，那做一些修正。指挥中心强调，检体的检验方式需要修正，嘛爱加速检验结果的时间，安怎让流程更较顺利，会开会讨论。若是11日下晡，还有3个航班到位，拢总8个航班的确诊人数，会伫12中昼有一个落地采检的数据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桃园机场发生群聚感染案了后，这民众也3钱要去注第3档疫苗，有真侪诊所是排队排甲热长，甚至有民众根本排袂到注疫苗时间。真侪县市即马拢开始安排较大型的注射站啊，中央甲地方政府也拢挂保证，讲目前的疫苗数量绝对有够用的。对拜六开始，这1922疫苗登记系统也会重新启动。民众坐几排等咧做疫苗，高雄台东文化艺术中心采购中溪注射站了后，逐工人拢排甲真长，无有的民众归去，就到现场拄运气。现在看起来有一点严重，所以我们就要来打疫苗了。昨日开始，高雄市加开第2处国际会议中心大型注射站，目前疫苗组库存约20万剂。为了鼓励75岁以上的长者，第3期比较进行1日机发通知单社区注射模式。疫苗的数量是够，那我们在这一波的第3剂的施打我们长辈高雄市在75岁以上的长辈，第1剂怎么打，第2剂就怎么打，那第2剂怎么打，第3剂就怎么打。北部疫情扩大，指挥中心宣布第3期让防的时间缩短为12个礼拜，各地出现抢例子，也毋过无统计有药平台，像新北等县市出现有药混乱，还是药袂到的状况。
我们规划是这几天的量全部都上，那这几天的量如果都被预约完了，就有待中央在这3天以后赶快给我们适当的做好拨补。主要是针对的是第3季的部分，哈，那在15、16号可以上线来预约，那可以从这个17号这边开始施打。指挥中心有计15中科1922有约平台，以第3期为主，也毋过有医师认为中科受慢。以台中为例，虽然市府表示加上11落货的10万支无得啦，台中总库存超过20万支，也毋过因为有约人数伤济，也是互各病院电话接袂离。看很多人啊。疫情严重，加上要过年啊，双北、台中、甲高雄等县市拢陆续加开中大型注射站，要缓解注射人潮。各县市政府也呼吁民众，除非医师判断无适合注射，若无就应该量早注疫苗，才会当降低着病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安亲班有一个8岁的确诊个案，伫咧元旦假期捌甲厝内面的人落到高雄佚佗3天。高雄市卫生局伫初10暗时接到通知，不过卫生局判断，讲这个个案应该是初3伫咧安亲班去互人传染到的，元旦假期应该是无啥机会带病落去高雄。不过也是甲这病例所去过4个所在进行大消毒。11透早，汉神巨蛋百货公司内底，吴妈妈业者公告停业一天要做消毒，因为初10公布，桃机塞车工作人员案件当中，伫安亲班检疫的8岁确诊个案1505例，元旦捌甲亲人到高雄旅游3天，去过汉神巨蛋异乡天地、探索玛丽餐厅、甲万福酒店等4个地点，全部拢爱清消。不会担心，因为我们都打针了，打了3剂了，所以都应该没问题。常常洗手。口罩一定要戴，除非饭到你眼前来才打开，不要打开，这样就我觉得没有关系啦。指挥中心11公布11505的妈妈也确诊，因为11505是初6才有症状，奥密克戎潜伏期差不多3到4天。卫生局判断11505是初3伫安亲班被围着。另外，万豪酒店接到通知了后，这2天酒店内外拢在做清消，确诊者到南部，也互民众烦恼过年期间疫情会摊开。过年的话，大家都想要出去玩啊，所以变成说大家的防疫观念就会变得没有很好，然后就会变成说人挤人，然后疫情可能又会第3波又再爆发出来。8个就是在陆续的疫调当中，可能在座位上面比较靠近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裁剪检验中。高雄市卫生局强调，除了餐厅内底8人加11505较晚间要来采检，其他扩大扩列的51人已经确定PCR阴性，民众唔免伤过烦恼，有愿提前出国，要保持社交距离、挂嘴安，落实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发生群聚感染事件，这饭店、餐厅是影响到上界大也上界紧。特别是最近当咧食火鸡，有真侪人客拢要来取消订单，这业绩是落真侪，初步估计损失拢有上千万。食饭时间无大批人客上门，只有一套民众食完当要离开。换场员工无代志通做，只会当一直做着基本清洁。桃园疫情升悬，这间家庭餐厅锁定内用客，业绩半至少2成，甚至也有接袂离的退订电话。上礼拜已经陆续接到不少组客人，就是询问可不可以退订的，那也实际上有退订到一些客人的，所以我们这边也在讨论说，是不是春节的营业时间可能就也直接休息。总部处理各种食材，刀工溜料、切菜备料，所有程序快速完成。因过无看到大火警察经常边仔顶，就连路火拢无开。今日900人的宴会厅内底乌酥酥，看起来就像无咧营业，甚至餐厅内连一个刷客也无，停车场空。我们餐厅接到的电话是雪花片片一直取消单，已经熬了2年，没想到又第3年，好像每次尾牙这个时间就爆发，每次尾牙就爆发，造成我们真的是不管是经济上的损失还有精神上的损失，真的都是非常严重。原本的买鸡大会受到疫情来搅局，糖球建议买鸡等大型活动延期举办，还是缩小规模。宴会餐厅业者无奈，水电租金、人事等基本开销超过200万，业绩大减少9成，损失估计破1000万，就连旅宿业也受影响。大部分的客人
还是持保留的状况。那当然有些他会直接推进啊，你说没有影响，你说我们不担心，这也是骗人的。当机流调被一直扩大，攻破社区封锁，餐饮旅宿业首先受影响。多家疫情一直升悬，人进来业者都爱加严眼睛，疫情恶望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门店以及起价，即摆也有连锁的早顿店化工要起价咯，就是这间卖味丁。过年进前，伊化工这29个品项会起5块到10块。不过，煞也是有餐厅是趁机会拍广告，讲因的麻咸火锅食甲饱呢是唔免1000块，也会当食到在地好食材。咸火锅食甲饱，有真侪种进口牛肉、顶级的海鲜，超过上百种的自助饱，互你食甲饱，1000块有找。出名的餐饮集团推出新品牌，吸引不少民众来试食。以前吃到饱可能300左右就吃得到了，现在就是可能都没有这么便宜就可以吃到饱，应该就是因为通膨。进口食材介绍起价幅度不加大，尤其是肉类、小麦啊、大豆、番麦这原物料，对业者来讲，进价压力大。所以业者只好为小所在来省，包括点餐的方式，也加会当代替的食材来控制成本。平板的点餐，他点多少他就吃多少，用了非常多的一个在地食材，时蔬类啦，或者是我们的碗饺类，甚至是我们的甜点类。大集团也会当控制成本，不过小企业恐惊就挡袂牢。卖话等早餐店拢连年前要起。29个品项平均起5块至10块，高汤类起价幅度超过14%，面饭类起超过1成，一定1月18了后正式起价。食用油、面粉、纸类包材的这部分其实都有在涨价，培根、猪肉这个部分它涨得比较多，我们在这个部分就是会有做一些调整。物价联合客查小组70个查2间最近起价业者，各向源头查3间供应商。公平会划出最近就会启动年节差价方案，避免业者年关前趁机会联合起价。不过学者是讲，政府差价袂当干那查小店，应该锁定大企业，而且有囤货行为，也应该列做重点客查项目。囤积商品或者一些零组件等，未来价格再高，再来赚取差价，一些缺货的现象，这个价格就很容易被哄抬上去。学者表示，来自美国今年第一季启动相关利息缩表，中央银行也有可能同齐做。不过，主计总处公布最新实质经常性薪资，去除物价因素，41391块，年减0.05%，这也创下5年来头一遍出现负成长，代表民众实质购买力下降。钱变薄，无调薪的上班族生活真辛苦。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最近这天气是寒死死，这老大人就要特别注意。这寒人以来上介强的冷空气来到围路，各地头是愈暗愈冷。今仔早起伫新北市富贵角已经出现9.6度的低温。气象局表示讲，这阵冷空气的强度是强要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今日暗时到明仔载透早，台南以北有机会出现10度的低温。乡邻拢穿羽绒衫，围巾帽仔也拢摕出来用。北台湾透早明显感受到降温，拜日起强冷空气南刷，温度将一直降，而且全台有有感。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提醒拜2下到拜3的早起，基隆市、新北市、桃园市有继续10度左右，也是以下气温发生的几率。台南以北也有10度以下气温发生的几率。最冷的时候会在今天晚上一直到星期3明天清晨。在低温部分，我们预估马祖的低温8度，金门还有中部以北的低温10到11度。随着华南风雨带刷出，拜2下半天水气将渐渐收大，刷落来天气渐渐转回大冷。在辐射冷却作用影响之下，中南部以北甲东北部天气偏冷，其他地区早暗也真冷。专家分析，这一波寒冷的时间较长，也可能创下入冬上低温。那这次呢，因为它的时间比较久，先湿冷变成干冷，那干冷又有辐射冷却的效应，所以这次会冷的大概有4天的时间，大概是今年冬天以来最强的一波。专家提醒，一直要到拜6了后，强冷空气才会减弱，不过各地也是会感受到偏凉的天气。北部回温到14至20度，中南部15至24度。目前模式预报显示，礼拜4、5可能阁有一波强冷空气报道，民众要加注意天气变化。记者综合报道。
人讲经的经寸铁，布的是布肚天。伫台中有一位医生，伊本人有91间厝，即寡厝也拢伫咧衰人。毋过伊却故意减保这4年的收入，即马去互国税局查到啊，伊就要补212万的税金。台中一中的商圈挖进学区，税厝的市场真旺。财政部最近加强查核囤房大户租金的收入，发现有一个医师的名下有91间厝，专门咧做厝头家。不过，敢若伫咧2016年甲2019年报过租金的收入5万外块，涉嫌逃走税。我们一开始请他来申报的时候，他自己补报了一小部分，但是我们查了邻近的租金情形，觉得他申报的这个租金是偏低的。国税局比对租金的行情，发现当事人明显有咧隐瞒，约谈说明了后，才愿意补报租金。4年的租金收入有529万外。要补纳212万的税。内政部伫2021年12月通过修法草案，要加强压制炒房的力头，包含换厝的契约禁止转卖予别人，限制司法人买厝等5大措施。但是却无伫咧税厝的市场有加规划。中人表示，确实有听过厝头家甲厝卡约定好无报税。厝租就会当较俗的，增加政府开债难度。如果说没有透过中介去成交的这个租赁的话，有听说是他们会有私下的协议，那当然可能没有透过中介就不会上私下登录嘛，没有上私下登录，当然就不会追查到这样子。中区国税局强调讲，会加强查核个人厝头家租金的收入，而且会针对有真济户的所有权人专案查核。到去年底为止，已经辅导226个人，自动补纳1427万的税。另外，阁有2位补扣37万的税，而且罚14万外的罚款。民众就千万唔通有想要弄法律空芳的心态。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彰化有一名姓王的查甫人，2010年伊骑奥多摆经过花坛，却摔落去水沟仔内面，不幸来往生。也因为当地无返工或者是经过漂死，家属就向相关单位申请国赔。即马彰化地方法院判决，是这个水沟仔的主管机关龙电水利署的问题，要赔人139万。不过龙电水利署却认为讲，这毋是因应该爱担的责任。道路封闭告示牌放伫路边，短短较无50公尺的水沟仔前后拢有设反光标志。彰化花坛溪南街这位水沟仔是附近民众烦恼的危险路段。进前遐人徛外多摆对遐上。偌久以前的？顶年吼。后来迄个人。后来迄个过往。民众讲的骑机车人，都是2020年9月骑机车经过这个路段死亡的查甫人。迄个时阵，这位水沟仔无任何反光，也是经过漂死，所以跌落去死亡。家属事后向相关的单位请求国家赔偿338万。经过彰化地方法院审理，认为主管机关有明显的疏失。不过，这个死亡的查甫人啉酒搁骑机车，爱负一半的肇事责任，所以判决应该付予家属139万，也搁法定的利息。本院是认定呢，彰化管理处就是沟渠的管理人，他应该要就这个沟渠有必要的防护措施，但是他没有在管理的土地和沟渠上面设置充足光线的路灯、护栏或者是警告标志，判处应该要给付殡葬费跟精神慰抚金共139万。龙电水利署彰化管理处法院网强调，水利沟仔爱清涂刷，无图勘挂。但是地方政府认为有勘挂必要，爱另外申请。但是道路设置反光经过漂洗，这是乡公所的权责。那我们渠道是一个以明渠为主，没有必要的话是不能加盖的，因为我们还要清淤嘛。那假如说道路使用机关有认为说这个地方需要加盖，那还是应依农田水利法向我们申请加盖的。龙电水利署彰化管理处强调，水沟仔前后的反光标志，都是花坛乡公所事后设置的，看出来道路设施确实无完善，会依法提出上诉，请求法院重新认定义务的赔偿机关。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根据上新的统计，美国伫七十过日节增加的病例要到148万6千人，是有史以来上界严重的，也打破世界纪录啊！另外，住院的人数也有13万2千多人，也是疫情爆发以来上界侪数字。
为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欠病床和患者爱伫早都接受治疗，已经成做美国未少病院的常态。路透社引用上新统计显示，伫病院接受治疗患者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伫当地时间7十有132646人，超过2021年1月132051人，创疫情以来新高。50% of these hospitalizations are patients admitted for COVID, which means that the primary reason that they're being treated is for their COVID symptoms. The remaining 50% of these COVID hospitalizations are patients admitted for other causes, but who happen to incidentally test positive for COVID. 不过，就算住院病人大部分甲新冠病毒无直接关系，一直增加人数也是减少病床甲病房，甚至呼吸器等医疗资源。已经是疫苗主要供应商之一的辉瑞药厂，查查表示，要甲德国 BNT 合作，一方面研发专门对付 Omicron 疫苗，同时准备推出结合新疫苗甲即马 BNT 疫苗新产品，相信伫3月份会向美国卫生单位申请许可。另外，医疗水准算是相当高的以色列，对于拖个真紧的 Omicron 变种病毒，甲政府一直改变的防疫政策，不安的情绪开始摊开。以色列时报报道指出，民间要求接受PCR 体检的数量增加。当地时间7九，一天到342000多人要求接受 PCR 或者是新冠病毒抗原体检，平均3秒就有新的申请案件出现。这指数最高无支持率伫去年8月54%以来，这礼拜又创下2%民众对政府的防疫表示无满意。公司新闻徐家仁评析。讲到欧洲疫情继续伫咧滚价，到今有9600万人感染，超过190万人死亡。亲像意大利，因是对7日开始去到公共场所，拢爱提供疫苗的注射证明。北欧的冰岛也开始替5岁到11岁囡仔注疫苗。另外，疫情正严重，英国因的首相强森也去互媒体也讲这个去年当咧严重的时阵，佮违反防疫规定去参加聚会。意大利疫情伫 Omicron 变异株快速传播之下，平均每天10万人确诊。政府的防疫新规定取消进行阴性证明的旧规范，7日开始进入公共场所及公共运输工具，拢要提供注疫苗证明。50岁以上民众无注疫苗人会被重罚1600欧元，核心台票超过5万。伫中西部的伊斯基亚离岛，因为新规定，互岛上真侪无注疫苗人无法度自存到本岛工作，对生活造成真大冲击，引起反弹。Dipende dal fatto che ci sono dei non vaccinati. Persone non vaccinate hanno una probabilità molto maggiore di sviluppare la malattia e forme gravi della malattia. Non tutti comunque hanno la possibilità magari di fare il vaccino o altro, ognuno fondamentalmente è libero di fare ciò che vuole, quindi se uno magari non si vuole fare il vaccino non è obbligato. 北欧的冰岛也因为疫情欠悬，逐天拢新增加超过1000例确诊。政府7日开始替5到11岁囡仔做新冠疫苗。荷兰总理吕特4年前的新政府总算伫大选过后10个月前度宣誓就职的时阵，新任财政部长确诊被隔离，今年透过视讯宣誓。吕特承诺伫再生能源、主体甲教育投入大量资金，也爱积极面对新冠疫情。荷兰因为防止疫情，为去年12月开始到部分封城，也引起真侪民众甲店头的不满。Today it's a coffee drink manifestation, and I'm here for our freedom because they want to put us all in a digital prison, the QR digital prison, so they want to control our whole life. 英国7日一天新增加超过14万确诊，疫情严重。不过，英国媒体指出，首相强生去年5月20日，迄时阵英国政府严格限制民众群聚的期间，甲太太斗阵参加一场由私人秘书邀请的自杀追悼聚会，甚至邀请100人，最后差不多30人到场。疫情爆发了后，强生的国员真侪摆违反防疫规定，互人逼空。公司新闻警员庆评价。日本甲南韩的政府拢宣布，有发现北韩惊早起发射物件出来，因怀疑是弹道飞弹。这也是北韩伫1礼拜内发射2架不明的飞行物体。伫这挂案件进前，联合国安理会在针对北韩的行为举行着非公开会议。南韩政府也紧急召开安保会议，表达因对这挂代志的看法。
日本海上保安厅11早起宣布，北韩试射好亲像弹道飞弹的不明飞行物体。这个月初5，北韩则好亲像试射弹道飞弹，到有1礼拜又搁试射，这是今年第2届。首相岸田文雄出来证实这个消息。北朝鮮が弾道ミサイルの可能性があるものを発射いたしました。この事態を受けて私より情報収集、分析に全力を挙げ、国民の皆さんに対して迅速そして的確な情報提供を行うこと、航空機そして船舶等の安全確認を徹底するということ。南韩军方也表示，在当地早起7点27分侦测到应该是弹道飞弹的物体，为北韩内陆向东华沿海，也就是日本海发射。韩联社报道，南韩11早起紧急召开国家安保会议，对北韩的行为表示遗憾，并讨论应对的方案。 북한 탄도미사일 발사와 관련돼서는 한미 정부 자산에 의해서 탐지가 되었습니다. 그 근거로 해서 국방부가 발표한 것이고요. 세부 내용에 대해서는 지금 현재 한미 정보당국 간의 정밀 분석 중에 있다라는 말씀을 드리겠습니다. 联合国安理会伫代志发生无偌久前，针对北韩初5发射飞弹这件代志举行公开会议。美国、阿尔巴尼亚、法国、冰岛甲英国也共同发表声明谴责。I stand today unified in our condemnation of the DPRK's most recent missile launch, which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discuss shortly. The DPRK's January 5th ballistic missile launch is a clear violation of multiple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he DPRK's continued pursuit of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and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s is a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北韩选择再一次发射好亲像飞弹的物件，显示平壤无关国际社会反应，朝鲜半岛的对立有可能继续落去。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 美国的洛杉矶初9发生一阵意外，是一台轻型的飞行机，唔知是为怎样，就要赶紧跳落来，却跳伫个铁基路顶头。想袂到过无几分钟啊，这后壁的火车就要撞过来啊！加在有警察赶紧甲飞行员对飞行机内面救出来，解救伊的性命。 民警将人救出来无几秒钟，通勤列车就高速弄过来，将白色小飞行机弄甲脆糊糊。迄时阵，人甲列车距离只有短短几公尺，惊险的过程拢被附近看的民众甲警察激擒的时阵，挂的摄影机翕落来。 代志发生伫当地时间初9下晡2点外，这查甫人驶轻航机引擎故障起飞不偌久，就劈降伫这交通真无用的滨高道铁基路顶悬。附近市员警马上来处理，要求附近所有火车暂停。危急时阵也将人赶紧拖离开。Minutes later, they heard a train horn and then saw the train coming down the tracks. The officers made the decision, which most likely saved the pilot's life, to remove the pilot from the plane. And he was removed moments before the train hit the plane. 救回一名飞行员头壳顶有挫伤，送医了后情形稳定。火车顶员也无人受伤。事发了后，通勤列车暂停。洛杉矶西北部地面道路交通隧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对事件展开调查。洛杉矶警方随后也伫推特传这段救人画面，佮发文俄罗警察有影响气概甲反应情景。The officers maintained their composure. And they did an amazing job. 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伫今仔下晡又有飞行员出代志，而且咱台湾对1992年甲美国买150台 F-16战机，过5年头一批 F-16战机送到台湾。这挂 F-16战机也已经使用超过20年啊！伫英国已经发生上无有8台 F-16战机的事故。 202011月17，花莲基地一台 F-16单座战机，驾驶空军第5联队上校蒋正志，伫花莲外海失联。空军经过1个月海空敲找，也无找到。总统府推荐蒋正志为空军少将。 2018年6月，飞官吴彦廷伫汉光演习，驾驶 F-16战机无适宜弄山殉职，家属请求国家赔偿，一审法院判赔466万。咱国为1992年向美国购买150台 F-16战机，5年后头一批 F-16战机到台湾 ，F-16服役超过20年。
会不会是飞机基建的问题？当然不排除这个风险，但就以新飞机来看，还有之前做相关的一个检查试飞等等严谨的程序，我认为其实你很难武断的说是不是一定是这个基建这个原始的问题，或者基建故障，或者设计的问题。F-16服役20年以来，过去先后发生8起事故，头一遍是发生伫1998年的偏湖外海失事，2个飞官失联；1999年连续发生3个浪山架失事的事件，造成2死1失踪。2008年伫花莲外海失事，1个飞官失去联络。2018年汉光演习，飞官浪山殉职。不管是机械因素，或者是这个人为的因素，或者是天候的因素，都有可能啊。那可能是天候的因素跟人为操作的因素占了比较大的部分机械的因素、人为的因素跟天候因素都没有掌握好，都有可能会失事，所以也没有什么比例上的问题因为空军已经进行防电专案，将141台 F-16升级为 F-16V。军事专家认为，目前以数据为主，真正失事的原因也有待进一步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第45届台湾日本经济部一会期今年用视讯的方式来进行。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特别强调，日本绝对袂把有健康记录的食品出口到台湾，希望咱台湾会当亲像美国同款解除对日本福岛食品的进口限制。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也表示，什么时阵开放，目前是无时间表。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过2年再度召开的第45届台日经贸会议以视讯的方式举行。伫开幕式，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会长大桥光夫甲台湾日本关系协会会长邱义仁伫空中握手，展现台日情谊。大桥光夫伫述的时阵强调，美国已经伫去年9月解除对日本食品的所有进口限制，伊渴望台湾嘛会当对伫处理。その一方で日本産食品に対する台湾の輸入規制措置については、科学的な根拠と国際的スタンダードという点から多くの疑問が寄せられています。日本産食品の安全性は科学的に証明しており、されており、さらに台湾が米国のように輸入規制を撤廃しても、日本から台湾に健康上の問題のある食品が輸出されることは決してないということをこの場を借りてはっきりと申し上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各地会议举行前一天，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台湾可能伫3月之前开放日本福岛5罐吃食品。大桥光夫各地地事的时阵，直接提出诉求，我方的态度敢是有感受到压力，必须关注。邱义仁直言，福岛5罐吃食品开放无时间表。我的了解是没有时间表，因为就是说会不会谈也不知道，因为这个还要再去磋商，不能说是压力了。就我刚才讲过，这个议题日方已经提了非常多年，然后也一直表示他的关切，但是我们的政府的立场也一直跟日方说明，就是说我们会以保护国人健康为原则。因为整个时空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些整个一些科学的评估，大概也都会陆续的再看看是如何。日本关心福岛食品进口，嘛欢迎台湾申请加入 CPTPP。邱义仁指出，日本提出过真侪解，嘛会按照原本的方式来讨论甲审查。大桥光夫嘛有讲到台日产业长期合作，尤其是半导体。去年台积电伫日本设立研发中心，引起真侪关心，希望这合作会当进一步扩大。记者郭灿台北由台北报道。伫咧今年年底要进行地方选举，屏东县即马有真侪人想要出来选县长。今仔早起，周春美伫屏东召开参选记者会，屏东县长潘平安也亲身出现表示支持，却引起曾水向的批评。周春美决心要打这个公打，义无反顾，当仁不让。大动作伫屏东召开记者会，民进党立委周春美宣布投入2022年屏东县长的党内初选，周清的支持者到现场挺伊，气势十足。屏东县长潘明安也出来作讲，表明为伊支持周春美，也知影这种的徛台可能会互早就宣布参选的曾水雄尽派吹桥。指定接班从来就不是屏东的价值啊，跟地方派系，尤其是国民党的地方派系的结合那其实是屏东民主之耻啊，拒绝跟
魔鬼共舞。潘孟安县长在屏东的施政也是不分党派，为了全屏东乡亲的利益。我想，今天春美要争取的这个是屏东县长这个非常重要神圣的职务。潘孟安任期要到，除了曾水雄、周春美有意竞选屏东县长的，也有民进党立委蒋嘉宾，也要积极争取选民的认同。对于对手，我们予以祝福，大家善尽自己的优势，争取选民的认同。未来一定是由县民来做决定。2022县市长大选伫要伫年底举行，佮加上民进党伫公投甲中二选区，也有林抢做罢免案的表现真好。民进党各方人马积极伫布局，毋但屏东县、台东县原来有人爱，前立委赖坤成选伫11早起11:11分宣布参选台东县长。赖坤成有强烈的意愿要参选这一次的县长，而且我准备好了，我是有机会会胜的。捌做过各大代表，也做过台东市长，赖坤成认为家己有完整的经历，会当挑战寻求连任的国民党台东县长姚庆玲。依照民进党所通过的提名办法，台东县长人选由总统蔡英文定调。捌高频投入台东县长选举的立委老周福，对赖坤成的讲法强调会全力支持党中央的决定，以团结胜选为考虑。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今年有26个商圈，对拜六开始小连续有过年进行活动。不过，即卖疫情有淡薄紧张，民众拢爱赶水暗，也袂当试食。亲像三凤中街商圈，即卖也拍算要出动，热影显示来甲民众帮体温。阁有3礼拜就要过旧历年，高雄三凤中街有过年的气氛，嘛已经有人提早出来看年货，赶甲一大包。想说人比较少。哎，对，还是有点担心那个疫情。哎，对啊，所以口罩戴很好。今麦大人拢会提早买，讲不爱甲人接做伙，拢会提早买。为着要刺激消费，包括三凤中街在内26个商圈，对这礼拜六开始就有高雄过好年的活动。不过看到疫情有淡薄仔紧张，已经有确诊者来到高雄，店头家嘛真烦恼，因为袂当试食，加减就会影响到生意。另外，商圈嘛拍算加强防疫措施，一定爱挂口罩嘛吼，袂使试食。阮嘛是要过来装热像仪，阮嘛会喷酒精互店家。只要人客来买物件，我拢会喷酒精，较安全。即摆人潮恢复大概有一半啦。看卖即个过年。经发局表示，去年因为五倍券甲高雄夜市券，大家商圈的收入都增加3成左右。今年拄到台湾灯会伫高雄，这个过年26个商圈准备真侪活动，希望继续带动消费甲买气。记者陈嘉文、赖伟做高雄报道。立陶宛表达对台湾的优先却受到中国报复，有真侪货柜拢卡伫咧中国无法度报关。新得到一间食品公司，甲立陶宛落订单的原料，一直到去年12月才到台湾。即马业者也决定讲，要甲饮料的外包装改头换面，结合立陶宛的国旗，用实际行动来甲立陶宛相贴。食品公司真无简单，才摕到制作香港零茶爱参的原料。立陶宛去年11月同意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引起中国经济制裁。前13晚这的货卡伫中国，无法度顺利运送，但几啊个月总算搬来台湾。其实应该是那个政治归政治，然后经济归经济，因为这样子其实影响到的不是外部的国家，是内部的那个销售的中国的国人。把煮好的烧茶倒入去冷水内底。搅烂了后，就完成真侪人爱啉的香港零茶，而且为着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佮特别用立陶宛国旗的色水替换做全新的商品包装。本来是黑色的那个圈圈，我们就改成是说，黄绿红，正好是立陶宛的国旗。那我们用来去表示我们跟立陶宛的那个关系。而且讲，其实立陶宛的冷水品质甲介绍拢袂歹，佮加上立陶宛遮尔支持台湾，所以家己嘛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对因的感谢。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咱拢认为讲阿里山的大木镇，因的年岁拢有2、3千年。林务局委托家己大学做调查，才健康的心木，要来看因讲因到底有安全无？也发现讲这有真侪丛松梧是夹做火，若准用这树位来算火数，心木的年岁恐惊是较无准。那边那2根也是算它的很远。
嘉义大学团队开3天的时间，对阿里山巨木做实地调查，用种树心等等的方式检测，结果有新发现，因为看起来树围真快的雄鹅，不一定是一丛尔。它其实有一些树看起来非常的巨大，其实是非常多颗的红块，大家合抱在一起的。合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髓心就会压缩，它有2个心哦，在这个同心环的这个圆状环状上面。研究团队发现雄鹅因为树根浅，要提高存活率，边仔较细丛的会挖过来，嘛发现因为用树围来估算树仔年纪的方式，嘛甲实际有出入。亲像较早推估的水杉巨木是2700年，即马算敢若剩1081年。香林新木原底推估是2300年，嘛修正变626年。不过像2号巨木，就对800年变做1919年，真侪巨木、新木拢有新年纪。但是以往的生长锥它的这个长度比较没有那么长那而且它大概是测量一些单点它不太会去做一些多个去取样那所以它可能推估的这个结果，那因为用平均生长这样的结果，它可能会有高估的情形。林务局表示，这个调查除了树木的年纪有更新，嘛发现巨木树轮的生长嘛对温度称悬正成长，代表这个雄鹅受到气候暖化影响。这项研究嘛通正做未来气候变迁的观测资料。记者陈雅文、李旭凯台北报道。在屏东的新北乡有一位种兰花业者，号做李家珍。这2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不过伊同款也拼出好业绩。伊已经是连续8年拢摕到农委会100万兰元奖。台湾逐年外销的兰花产值有60亿，乌蝶兰就占超过90%。虽然已经冲击出口业务，不过伫屏东新北乡的一位兰花业者李家珍，因应局势变巧，伫疫情期间也是拼出业绩，外销的量是全国前3座。在去年疫情的时候，我已经深深感受到这个成本的压力跟缺柜、缺工、缺料，所以呢，当下呢，我做了一个渐减，把公司所有的成本做了一次精准的渐减。然后呢，适时的非常明理的去跟国外的客户做一个沟通。在李家珍的带领之下，伊的企业受到经济部的肯定，也已经连续8档得到农委会的100万兰元奖。我也希望这个产业能够永续经营。我最大的理想呢，就是希望我们台湾能够永续经营，成为一个科技的蝴蝶兰岛。接落来，李家珍也按算要数位转型。利用 AI 人工智慧和大数据管理等等的科技，提升生产的效率，让台湾的兰花继续徛起全世界。记者综合报道。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医学中心7日宣布讲，已经成功把基因改造过猪心刷到一位57岁险险的过往的病人伊的身躯顶，这是全世界头一个猪心移植手术。根据统计，美国目前有11万人在排队等器官移植手术，每年有超过6000个病人因为无适合的器官捐赠无憾死亡。马里兰州即马57岁因为心脏衰竭面临死亡边缘的大卫班奈特，原本也无换希望，一直到马里兰大学医学中心得到医疗监管机构的允准，将基因改造过猪心移植到班奈特体内。The driver for all this wa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patients with end-stage heart disease who couldn't either qualify or just didn't get a heart in time to treat their really poor heart function with a transplant. 因为猪的器官甲人真同款，长久以来一直被看作是初代人体捐器官的可能选项之一。医界也拢在研究猪的油脂、猪肝、猪血用在移植的方式。去年10月，纽约外科医师就成功让一名脑死无复原希望的病人做移植由油脂的手术。器官移植第一个爱克服难题就是摆脱问题。班奈特所用的猪心是经过维吉尼亚州一间再生医学公司所改良过，因除了铁度上会引起人体排脱的猪的基因，佮将6个甲免疫有关系人体基因注入猪的基因内底，另外佮散度一个防止猪心阻止过度成长基因。We are all very excited to see this big heart beating in this human. This big heart has performed so far very well.
even beyond our expectations. We have not seen any signs of rejection. 除了实验性的基因改造地心以外，班内特国家马祖一间制药公司也在实验当中的一款抗白体的药物。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天就知。基隆到新竹是对12度到15度。苗栗到云林对12度到19度。嘉义到屏东对12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1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8度到18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